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感谢主，互我有搁再一届机会，会当伫遮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成做咱的祝福。这时阵咱做阵压头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阮生命的粮，也是阮脚前的灯。你要引带阮行着这条幸福美好的道路。总是主，阮也明白，阮有真济时阵无一定较明白。总是主，阮这时阵求你的圣神，会当互阮有谦卑的心，有会当听的耳孔，会当明白主你的祝福的引带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伫上帝的祝福当中，会当来领受这美好的旨意，互阮会当活伫上帝祝福的当中。主啊，阮甲下面的时间交托，甲兄弟姊妹交往在主你的手头，甲你无落的仆人放伫你主你的手中，互阮讲的、听的，拢伫圣神的引带当中，拢伫上帝的祝福当中，互阮做阵得到造就。主，阮也是感恩，阮也是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就今仔日牧师就这段经文，要甲大家来分享基督徒的时间，基督徒的时间。我在真正前的时阵，捌听过一条流行歌，可能有人无爱听流行歌，但是我有听这条流行歌，我有真大的思想。这条流行歌就是讲这个年岁大的时阵有一个人就坐咧摇椅顶悬，咧回想，伊会回想讲，我时间拢去倒位啊？其实咱也详细想咱人出世、大汉、读书、做事，煞了结婚、生囝，对啊，你嘛有看到，人的一生70岁、80岁，有诶也到120岁，拢感觉已经袂歹。但是你有捌想过讲，上帝予咱的时间到底是要创啥？捌想过无？所以世间的人有安尼讲，伊安怎讲？伊讲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啦。恁有同意无？同意的请举手。世间讲时间就是金钱的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对啊，你感觉都举起来不要紧啊。嘿，感谢主，我相信这就是咱叫世间的迷惑时间若是金钱，歹势。牧师讲一句较无好听的话，有人讲爱钱，莫讲其他后壁的话。捌听过这句话无？捌后壁家己去想。上帝甲咱讲，时间毋是金钱，因为你心若是受金钱，你就毋知影你的生命到底有啥物意义啊？上帝今仔日照着圣经甲咱讲，时间是生命，时间是生命。咱看重生命较重要，还是金钱较重要？世间的人、俗语人，伊讲你若无投资的人，你讲你若无插钱钱怎？无插你，有无？投资的人你讲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你无去管理你的财务财务就无你插你大家拢讲对毋对？对有道理无？即摆毋敢举手啊？对毋对？对啦，你有时阵咱来分辨，我讲咱对，牧师拢定来做这个代志，互你思想讲，这对毋对？世间的人因为毋捌上帝，所以伊讲时间是金钱。咱听着讲有理嘛？因为伊有价值，所以咱用钱去看价值的物件。所以咱自然想时间金钱对啊。但是上帝要咱看的是你的生命，因为生命比金钱较重要。生命比金钱较重要。你无去插金钱，金钱无插你；你无管生命，生命要哪插你？这就是咱常常你世间的当中，常常世间一寡的话，互咱听着了，真道理。但是咱就对伊出去了。但是上帝予咱有智慧，讲你安尼看毋对咯。时间，今仔日讲，上帝对一个人造人出来，请问你，上帝造人，干那要咱活伫世间这段期间，120岁已经袂歹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上帝创造人是为永远来创造的，因为上帝是对永远甲永远的。所以上帝创造人照伊的形象，嘛是要咱永远甲永远啊。但可惜，上帝创造一个人来，但是这个人因为犯罪，所以离开这个永远的福气内底。上帝讲：我互你踮世间，互你大的所在，互你年限的当中，要互你了解
生命的意义啦。所以有的人毋知影讲啊，我人生的意义伫倒。所以即马真侪人忧郁症，毋知影我人生到底有啥物意义啊？但是有的人安尼真辛苦，嘛真好趁有钱，尾也退休。我即马退休，我足爽快。结果伊退休了第一年袂歹，伊就去佚佗，佚佗了尾啊，第二年啊、第三年就开始讲，即个佚佗了嘛，敢若开始嘛无啥物意思咧。我踮咧我住的所在，Richmond捌拄着一个人，迄是做科技的一个头家。伊差不多40-50岁的时阵，伊就趁足侪钱。伊讲我退休，我来去度假。伊来到温哥华来度假。度假了，伊逐工每一日真欢喜，因为较早无遮侪时间嘛遮闲，伊就透早起来，我来拍高尔夫，我来倒位食饭，我来1年、2年了，伊开始讲，我安尼是咧创啥物？我是准备咧等，下开句话咱莫讲，我是咧等，伊讲我是咧等啥？为什么我逐工安尼个，佫无方向去啊？佫迷茫去啊？所以你若注意看咱安尼囡仔大汉安尼一些，慢慢讲，奇怪，时间足紧的呢。今年2025年，即马已经7月啊呢。你有感觉讲哇，时间真紧，敢若拄啊开始2025年，即马半年已经超过去咯，时间真紧。上帝甲咱讲，咱的生命这是时间，所以有人讲哇，感谢上帝，你有我生命会当伫这个世间，真欢喜。所以我安怎？我讲时间生命我就逐工要安怎做就会伫做的，我欢喜做就好。阿妹吗？你要创啥就创啥，会伫做的吗？这毋是真自由，是毋真好？有啊无？即摆佫毋敢回答。咱毋是安尼感觉，还是讲无？你若做讲牧师来咧讲时间就是生命，生命上帝我即个生命，我会当做这做伙足欢喜的啊！我安尼看毋好。上帝若讲我互你的生命你若要安怎做，随在你做你就惨咯。有影无影？你若想要安怎做，我自由啊，我欢喜啊，安尼袂得做的吗？上帝讲我互你的生命，互你的时间，你若想要安怎做安怎做，你感觉真欢喜你害咯。牧师你讲安尼有证据啊？牧师讲安尼有证据的。雅各书安怎讲？雅各书伊讲，恁有话你讲讲啥？讲今仔日明仔载我要来去遮，要来去遐住，要来去遐穿，讲 OK， 好棒，袂歹，我来创啥拢会使。上帝讲，你知影？你的生命其实有可能，亲像一匹云，敢若透早的露水，活一个年就无去咯。都无去咯。咱会当做这，会当做迄，咱感谢主，互咱生命会当做这只。但是你若想讲你要做啥就做啥的时阵，上帝安怎讲？现今讲我要做啥就做啥，上帝讲这是歹的啊，这是歹，这是无好的，这是无好的。你若安尼讲，就意思讲你无明白上帝互你生命到底要创啥。你无明白人活你世间的这个时间，到底要创啥？上帝互咱去世就当初创造咱的上帝，是要互咱永远甲永远的。是安怎？即马时阵照圣经，你甲咱讲上帝，我即马甲你限制，你所大也好，也是个时间也好，年限也好，我拢甲你限制。甲咱限制这要创啥？甲咱限制讲。叫咱会当明白一样代志，会当明白啥物？时间若你家己做主这个生命无意义。你想到这个旧约，当初上帝去甲这个埃及法老王讲啥？我要叫你
甲即个以色列民离开遮。结果一届、两届、三届、四届，尾啊上帝安怎讲？在你啦！我甲你讲安尼，你无要做，在你啦。当上帝讲在你的时阵，你就惨了。敢若咱即摆囡仔共款，你一遍两遍甲苦讲，因为你的意义，但是伊听无，伊讲我要安怎要安怎，我要安怎做啊？我会自由啊，我自由嘛。你要甲我限制要创啊？上帝甲你限制，这是无意义吗？上帝真正要甲你绑条的吗？上帝甲你绑条有意义吗？咱今仔时代人甲囡仔苦劝，是为着要甲绑条的吗？是为着啥物？为着要囡仔会当更较幸福，阿免嘛。所以上帝互咱生命，其实人一个人对上帝创造，因为犯罪了，你知影人要去倒？人要去倒？为什么讲咱属基督徒的人，咱讲咱是属天的，毋是属地的？属天甲属地有啥物无共？你的想法，属地是活你世间的地吗？无毋对，离咱即马看是。但是你上帝永远的眼光来讲，你若无属天的，你就属地。迄个地是啥物地？你知无？迄个地狱，迄是真痛苦的地狱。所以上帝伫咱有生命的时阵，一直甲咱显明伊要引带咱束缚，互咱的生命，互咱会当对即个歹的时阵求倒转来。对咱本来爱走对遐去迄个地狱的所在。互你有即个时间讲机会啦，会当去反省。反省啥？原来有一个上帝遮尔疼咱，伊无愿意看到咱对死亡一个永远的火湖的地狱去遐受苦。伊要甲你讲，囡仔爱倒来厝的，你的厝伫天顶是永远的天顶，遐为你预备的超过你所思所想。所以耶稣当初要离开的时候，真侪人毋知你世间看讲啊，耶稣。哇！你安尼就要走，啊，阮要安怎？耶稣讲毋好伤心，我去为你预备所在，我将来要带你去遐，因为恁是属于遐的，兄弟姊妹，咱属主的人，咱是属天的，咱毋是属地，所以你要知影，即个时间是啥物？是咱有机会，咱的生命是有机会，一直会当去拄着上帝要赐福互咱的恩典。你讲赐福咱恩典，是毋是得一帆风顺？兄弟姊妹，你有一帆风顺，但是你嘛去拄着逆境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论拄着好的歹的，上帝要甲你显明讲，我会听你，互你明白。但是这个歹毋是上帝引起，这个歹是人毋知影所做引起的时，你去拄着足歹的代志。你讲上帝，我就相信你来拄着这。上帝讲安心，因为这个歹的当中，你更加会当体会黑暗的内底，你更加当体会光明的这个价值。所以咱拄着歹的时阵，因为咱心内有愿望，所以咱会知毋惊。所以为什么伫即个世界当中，你若所看的人，为什么遐惊吓？咱基督徒会使免惊，因为咱心中有愿望。心中有愿望是咱知影上帝予咱的时间的生命，这是咱真宝贵的物件。毋好用钱去甲替换，因为钱世间的钱拢会过去。但是你的生命，你上帝内底是会当保存永远，而且是愈来愈好。所以为什么保罗劝咱？你即摆的身躯，你即摆世间的时间，你爱献上。献上毋是讲我要绑条，毋是献上是要咱去查考、明白上帝要互咱每一个人恩典里头，互咱会当来改变，毋好去世界绑条的。因为咱真侪时阵，拢互世界一寡话绑条的，像我拄则讲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咱讲对啊。所以，因为心中的金钱是你上重要，所以你所有的目标都对金钱去了。但是你的心讲，这是上帝予我的生命，我要哪来珍惜我的生命？我要哪来用我的生命这个时间、世间的年岁当中，我会当去拄着上帝，我会当走出着上帝。其实，这就是咱今仔日读的经文同款。所以，上帝伫咱的生活当中有真侪机会，但是真可惜，人无一定了解。但是照着咱已经得到的人，
为什么咱伫遮服侍？为什么咱愿意跟对主？因为咱有仰望，咱了解上帝，所以咱甲即个福气嘛要分享给更较侪人。所以为什么咱要去传福音？传福音无毋对，你知影，互人讲这真好，但是内底内容是啥物？为什么咱爱分享圣经？因为圣经甲上帝的旨意、甲上帝的意思，一项一项启示显明，互每一个愿意属伊的人来得到。所以这是时间，咱来了解咱基督徒较早毋捌就算啦。今仔日做基督徒，咱来了解咱的时间，退休去佚佗、去创啥会伫做，但是莫袂记，咱的性命是属于上帝。咱做任何代志，爱甲上帝的计划来对，你的意义就自然出现，你的意义自然就显明出来。若无，上帝讲你要做这做这，结果有一天有代志讲，安那安尼？我到底我是咧创啊？我的时间到底去倒？这就是咱今仔日彼此咧提出，因为即马是暑假，当然你会当去佚佗，牧师拢鼓励无问题。但是无论咱去佚佗也好，也是咱伫遮服侍也好，咱爱相信上帝，互咱的每一个时阵，拢是上帝互咱的性命的稳定，互咱的稳定。所以叫咱即个稳定的当中创啥，会当超找到上帝伫咱的当中，因为咱看袂到，咱看袂到，所以咱照着万面，咱照着万项代志，咱照着捌的，照着毋捌的，拢会当来帮助咱，互咱愈来愈明白。这是一个稳定，互咱会当认捌上帝，互咱认捌上帝。所以时间是上帝互咱的恩赐，所以上帝所赐的这个恩赐到底要创啥？所以咱继续来看，认捌这个上帝，就是有智慧的人。圣经是安尼讲，你认捌上帝，你是有智慧。这个智慧啥？简单讲，用有限的去换无限的，用看会到的方向去换更较大看袂到的永远的方向。所以这是超过人的智慧。但是咱人的智慧大部分拢看着现实的。但是你若捌这个上帝，你的智慧超过现实。所以咱若是拄着一寡代志，咱无一定了解，但是因为你相信上帝，你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叫咱创啥？讲你若真正认捌你就有平安啦。世间人求的平安是地上暂时的啦，所以真侪人去庙会拜拜啊，去求佛啊，啥物，伊嘛是希望平安。人的心是安尼啊，但是问题伊所求的是暂时的啊。是暂时的，是地上的啊。所以为什么牧师嘛，甲大家互相讲了，咱爱知影，咱是基督徒，咱是属天的子民，咱是将来你上帝啊，咱来面对上帝时，上帝互咱伫地上的时阵就是时间，这是足好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咱会当欢喜来过日子，咱来享受上帝所赏赐互咱的。总是咱若毋捌，咱就甲即个真好的即个生命，真好的即个稳定稳赐，佫甲浪费掉去啊！爱足可惜的。所以上帝要甲咱讲，主要甲咱讲，咱的时间是咱的生命，咱的生命了后是咱的福气，因为咱伫咱的生活当中，无论大细项代志，上帝甲咱做伙，互咱虽然看袂到伊，毋过你伫当中，因为你愿意倚靠伊，愿意去超找伊，你就去拄着伊。你拄着伊，你认捌伊，上帝讲，你若认捌伊，你得到平安，你嘛得到福气。安尼要也歹，要也歹。敢若无啥人袂款咯。其实这就是互大家互相勉励，因为实在有真侪时阵，囡仔嘛共款，尤其是特别咱的年岁，咱更较珍惜上帝互咱伫世上的时间，互咱会知讲啊，主啊，可能我较早无一定了解，无要紧。为什么上帝甲咱讲，主甲咱讲，过去所过去已经过去啊，你嘛无法度又倒转来。但是你会当做一样代，今仔日。你听到这讲，对吼，我较早无想过呢。原来时间遮尔宝贵，我咧创啥物？我咧创啥？上帝互我遮尔大的生命稳定，我咧创啥物？我咧到底咧做啥物？伊甲我讲，我若伫即个生命当中，我若超找伊，我若拄着伊，我若认捌伊，原来我知影我的福气有我尔大，安尼是毋是真好？但是真侪咱信主的人是毋是有了解？我相信，包括牧师。同款有时阵嘛，无一定完全了解，所以总是有这段机会，上帝互我的感动，我甲大家彼此来分享。
大家彼此鼓励，对今仔开始，咱的思想啊，原来我是这么福气的人。原来上帝予我你这个所在，无论是几岁偌久长，还是短，拢不要紧。因为耶稣嘛才33岁就上主就甲对死内底个上天去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对无？毋是偌久偌长，当然这嘛是真好。但是这个当中，你若毋捌上帝，毋捌去拄到无了解上帝，其实你无意义啦，无意义啦。因为对永远来讲，这个时间的生命来讲，拢是短的。所以咱爱有上帝来眼光，咱爱有对上帝来智慧，才讲我今仔日伫遮哦，真好，感谢主。我伫遮会当做这真好，但是毋是照我的意思做。主啊，我要照你的意思做。安尼我才是有一个有福气的啦。有人讲我照意思做，我真欢喜啊！是，你真欢喜，暂时这是短暂的。你免啊面对上帝予你这个生命，你是安怎你使用？这就是咱彼此提醒、互相勉励的代志，吼。所以时间是温处，所以基督徒爱知影，咱每一个时间，咱爱对上主的。所以为什么上帝甲咱讲，主甲咱讲，咱来成就伊的国，甲伊的义。哦，原来我了解。较早咱讲为家己求，毋是讲无好，是咱捌无够深，咱的眼光无啊远。但照着今仔日，咱大家咧互相，即两句话，互相上帝的话甲咱讲，咱开始有反想，咱开始有想讲，对咧吼，我较早无想遐济，但是感谢主啊，今仔照着你伫遮，啊，弟姊妹，你知影你今仔日坐伫遮，你是用啥物？你知毋知？你用时间呢？你用你的生命呢？你坐伫遮听无半项，你坐伫遮听毋知创啊，你来遮创啊，你就浪费你的生命。但是你坐伫遮，若听到上帝甲你讲，听到上帝甲你提起，听到讲原来我有遮好气，我竟然毋知影，我听到今仔日上帝的话，你今仔日遮的时间，比任何时间拢较简单。所以有人讲啊，聚会足麻烦的，遮尔热，搁遮尔下晡哦，足爱困的。我搁来遮，啊，搁听者足无聊，热落水，你讲我足无聊安尼。但是你爱想，你今仔若伫遮听到上帝对你的天气，听到上帝互你的明白，来了解伊，来明白你是有福气的啦。这是你今仔日伫遮，你用你的生命去得到上帝赐予你的福气。所以咱若做伙伫遮，咱拢感恩。那每一摆一集，就是感恩。因为要上帝照着伊话好，照着兄弟姊妹做阵好，咱是有仰望的人，咱是属天的人，咱而且要去听到上帝继续伫咱的生活当中甲咱启示，因为咱常常嘛袂记，因为咱常常嘛有可能无注意，这是咱的现象。但是主听咱，照着咱的集会，照着兄弟姊妹交通，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分享，互咱了解讲主对，我的幸福我毋好我家己，因为毋知影来失去。毋知影来失去，这是真可惜的代志。也毋是讲来遮啊，反正我就是基督徒，我就一定来遮坐。其实你若心无伫遮，无听到上帝话，无领到上帝祝福，足可惜的啦！你浪费你的生命啦，比你去佚佗，搁较害；比你去趁钱，搁害。因为你就空空坐伫遮嘛。所以有的人毋捌，所以讲我来趁钱，我来佚佗嘛，比你较好。所以有真侪人讲，基督徒咱若毋捌上帝要互咱的稳定的时阵，其实咱比世间的人搁较无幸福。你就白条的啊，你伫遮你就空空啊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会当明白这是上帝要互咱的生命。其实上帝若互咱生命，毋是空空要互咱，伊要祝福互咱，但是伊嘛要交托任务互咱。因为为什么交托任务互咱？因为伊要甲咱做阵，带咱甲咱做阵去动工。去经验伊的权能，去经验伊的美好，去经验伊在咱身躯要显明上帝的听福气要伫你的顶悬。所以咱也明白这，所以无论你伫教会也好，无论你伫家庭也好，无论你伫工课也好，咱也安尼想讲，哇，每一工咱是有福气的人，咱爱来保守，咱爱来了解，你要做这做迄拢袂要紧，但是咱有对着上帝互咱的迄个目标无？啊，若有。上帝，你要享受啥物拢嘛会伫做。若无上帝做咱的主，无互咱上帝所看到、你所得到，有一日拢空的。这就是所罗门王所讲的一样代志。所罗门王上帝互伊足有智慧的，经营足大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家，足水的足牛的，真侪人嘛拢来甲救，但是尾下咧，
但伊无对准目标的时候，伊就慢慢啊离开了。伊的眼光若伫世间的时阵，伊就慢慢离开。即个荣华富贵也慢慢离开。结果不但伊受到无好，伊的后代嘛遭受到无完全的好，迄是真可惜的代志。感谢主，总是所罗门王尾啊，伊写即个传道书，甲咱讲即个代志。世间，你若看世间的享受，你爱注意。你有得到世间的享受，毋过你有可能失去天顶上帝要赐予你永远的福气。所以有人讲，牧师啊，我信耶稣了后，我就信耶稣，我就得救，对毋对？我就一定将来你天顶，对毋对？当伊的野手啊！我若信主了后，我若受洗了后，我就永远伫上帝啊！我就是得救的人，有同意无？我知每一个教会宗派拢无共。咱教会宗派说一摆得救，永远得救，对毋对？对毋对？有啊无？咱教会是毋是安尼想？还是你毋知影？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像这个改革中的，有诶讲一摆得救，永远得救，对吧？有诶另外宗派讲无，牧师哦，你若看以色列人哦，你出埃及的时阵吼，你旷野死了，嘛对上帝出来来死，你旷野就死去啊！兄弟姊妹，上帝若要互你得救，是一定要互你得救的啦，因为上帝伊会听，伊会爱是咱咧做罪孽的时阵，伊就要赏赐互咱福气的啦。所以伊真正要互你入去天顶，伊就是要互你去的啦。那为什么有人袂当去？因为你无爱，因为你得到了，甲单掉啊。上帝予咱的福气，咱有当得到了，咱就搁照家己意思去做，结果这个福气无保持了，搁甲单掉。所以你毋知我到底是属天的，还是属地？我的心有当毋知我到底属啥物。但是上帝若要互你的，一定袂甲你摕走，除非你无爱治啊。除非你无爱治，所以救恩会失去无？会啦，是你家己造成的，毋是上帝无爱互你。所以当你讲这两个信仰啊，这一个得救，一个得救，一个死，其实你圣经拢有讲啦。但是实际上，你上帝内底伊真平均啦。伊甲你讲，我要互你的，我袂甲你摕啦。兄弟姊妹，你互人礼物啦，你要共摕倒转来哦。有人讲我送你礼物了后，讲你礼物还我？有人安尼哦，人就无可能啊。礼物哪会无去？你甲等你笨手去啊！你。所以求主帮咱的时间，原来咱是照有福气，伫上帝的生命当中，伫上帝的恩赐当中，所以咱来想看觅，我是毋是逐工的时间当中，我到底用去倒？我到底甲时间囥伫倒？牧师毋是讲你袂使去倒，牧师毋是讲你袂使趁钱，拢会伫做。但是即个目标是咱最大的目标，还是讲主啊，你的旨意这是我最大的目标？伫即个上帝的旨意下骹，咱做各项代志，咱就袂去偏错。你若无你上帝的旨意内底，你所做项世间所看见每一项拢足好的时阵，结果将要你失去同好。所以有人安尼讲，世间的物件啦，用即个灵来比喻啦，你有足侪灵的物件，足侪。但是迄个主啊，算一，咱是独一的神嘛吼。即个一啊摆在后壁。甲摆咧后壁，还是甲即个一摆咧头前，啥物较有价值？即个一摆咧头前，比你摆咧后壁较有价值。但是咱一般的人拢甲上帝摆咧后壁，其他的摆咧头前，结果做有价值，这是人的思想啊。所以咱爱摆上帝，咱才有地位。原来上帝甲咱摆，互咱互伊囥头前，咱是足大的福气啊！足大的福气啊！对着牧师你讲，咱是属天的子民。你将来要去倒？要去天顶啊？要去上帝遐啊？你世间的物件愈来愈侪咧。恁都搁捌学这个数学对毋对？数学有除法对毋对？除法有一条顺嘛，有一个顶面，有一个下面嘛。你顶面的物件若愈侪，下骹的物件若愈少，是即个价值较大较细。你下骹的物件愈侪，顶面的物件愈少，你的价值就愈少去啊，对毋对？牧师，我问你一个数，因为牧师数学1加1偌济？1加1偌济？3哦。
1加1等于3吗？2啦吼，1加1等于2嘛吼。有一个人讲，牧师啊，1加1是安怎无等于2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1加1就2啊？为什么无等于2？算唔对啊，算错了。1加1就是2啦。但是咱有当时咱的思想吼，想足济啊。1加1就2，安尼变做毋是2，就想半步。就说我们做错了啦，咱就算唔对了，算唔对要安怎？算唔对，甲算倒转来就好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但你的思想就是为什么咱唔对啦？唔对就甲改就好啊，改变就好啊。所以你要注意看，上帝赐予咱，知影咱有真侪问题，但是伊予咱足侪机会，伫咱的生活当中，会当去拄着伊来改变咱所想的到，来改变咱讲，这个代志咱来袂清楚，结果咱会愈来愈清楚。所以，为什么约翰福音里讲，趁着今仔日，咱就好好把握做上帝差遣咱的工，因为若暗暝来就无咯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机会。上帝予咱生命的机会，咱就好好把握，咱来做上帝的工。因为日时啊，才有机会；暗时啊，机会就无咯。就是意思讲，咱你世间的机会，就是上帝予咱的时间的日子。你会当去做真侪代志，是对上帝遐领受来，你会去做。但是这个时间若结束，暗暝若来，意思这咱的世上所大的日子若到啊，就无机会咯。这就是耶稣甲咱讲的，趁今仔日会当做，咱紧来做。所以咱爱会当把握上帝予咱的生命、予咱的恩典、予咱的机会，咱好好来行上帝予咱的路。所以日时啊就是机会，那暗时啊你就无机会了。暗时啊咱就无机会了。所以挪亚大家拢知影挪亚当作你做一只大船，上帝有讲要审判无？有无？有啊。挪亚听着去做大船，有啊无？若是你要去做无？天气遮尔好，搁你即个所在拢遮尔好，要哪有大水啦？做即只船用笑死哦！毋是，但是我上帝了咧做，我就真认真，我就一直做，做偌久？照圣经你讲做要100年、200年的。遮尔久了的时阵，敢若因全家8口人信就入去船的，其他人无信。所以咱今仔日嘛是共款啦，咱去传福音，你无一定别人拢会信你呢，袂要紧。但是你知影你的愿望，你知影你所做是对上帝予咱的生命当中的福气的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影我心中，上帝要我永远的活命，上帝叫我去做这，因为我相信这个代志。你若无相信这个代志，你家己甲人讲，上帝要赐你永远的生命，你家己就无把握，你要共讲，你会惊袂？有当种惊呢，因为我嘛无啥了解。但是你若愈去做，你愈拄到上帝，甲你显明这个代志，虽然有真侪无一定顺遂。甚至有人会甲你侮辱，甚至有人会甲你轻视，拢有可能。有可能你会去拄着危险，嘛无一定你对人做好，你就有好报啊，无一定。因为上帝讲，咱若为主受苦，咱是有福气的啦。咱若为主受苦，咱是有福气。但是世间的人讲，我若去拜拜，我若去求这个神明，我就是爱一帆风顺，我就爱平，拢无代志。歹势，毋是。所以世间人讲世间的宗教拢劝人为善，大家拢爱做好，歹势。咱基督教的信仰，毋是讲叫你做歹，叫你做无，毋是上帝来讲，这是咱的上帝要予人的恩典啦，要予每一个人愿意的恩典啦。而且这个恩典，你照着予你了后，你的生命要怎样丰盛？无论顺境逆境，上帝拢讲我要甲你做伙，予你明白我所赐予咱的福有偌大。你今仔日行这条路当中。你会当去体会明白上帝赐福听咱的心意，互咱的把握会来愈来愈深，互咱的了解会当愈来愈明白，讲我哪遮尔有福气啊！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咱爱知影咱是最有福气的人，因为你彼得前书第3章啊，第3章第9节甲咱讲啊，讲上帝呼召咱就是要赐福互咱的啦。但是咱常常讲主，你要赐福我，咱感觉无感觉到，因为咱无明白上帝意思。所以咱常常按家己的意思去行，所以
上帝要赐予咱的福气，结果咱甲杀掉。咱讲上帝，你也无互我。上帝讲我早就互你啊，是你家己甲弹掉，你家己甲杀出去，你家己毋知影，无愿意去了解。所以有人我信耶稣嘛，无解好。其实，迄是你无去经验到上帝要互你经验伊的美好，伊互你的甲你相拄的所明白的过程。所以咱伫世间的时间，基督徒爱了解，这是咱生命。这是咱上帝互咱恩典刷落，咱爱抓了机会，伫即个当中，定定来拄着即个听咱的上帝，互咱的旨意也好，互咱的教导也好，咱会当甲伊做阵同工，来看到上帝要完成的代志。敢若主耶稣讲，这是真有五忙、真喜乐的代志。但是牧师也甲大家讲，即条路无一定好行。无一定好行，所以恁常常咧讲，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啊。讲甲咱讲咧，但是你无明白。但是我相信，为什么世间的人讲啊，你有快乐无？基督徒讲你有喜乐无？快乐是外口来刺激咱快乐，若无刺激咱就袂快乐啊。但是喜乐毋是外口，喜乐是咱内底，因为咱仰望，知影咱伫每一个环境当中，咱有顺境有逆境的时阵，主啊，我知，若无你允准袂发生。但是你允准我，虽然即摆我无明白啦。我嘛未了解啦，但是主，我愿意顺服。五眼就是将尾，伊得到拯救的，就是伊规家伙啊。今仔日上帝嘛是甲咱安尼讲，嘛是甲咱安尼引传。啊，搁你搁看到一个玛利亚，温度遐尼济，是安怎玛利亚一个去买芳果啊？去抹耶稣的骹，去抹耶稣啊！即个人较哈巧，伊的问道讲：哇，你遮讨债，你30两银一年的薪水去救一个善食人，毋足好诶！伊讲有理嘛吼？但是耶稣安怎讲？讲哦，你也可以做，因为伊所做全天下人拢爱纪念，伊掠掉机会啊！伊掠着机会啊！咱今仔日伫生活当中，咱有掠着上帝互咱的机会，看到上帝要咱做，咱紧来去做无？你若有，你就是福气的人啊！上帝就纪念你啊！将来咱到面对上帝，咱毋是真福气，毋是讲你记上帝，上帝讲啊，我互你遐济机会，啊，你咧创啊？上帝我都毋知影你咧，我拢无拄着，我嘛无了解咧。讲我咧边仔，你敢知？毋知啊！你若毋知，我就心不在焉，咱就无注意。咱会也袂，我嘛会，你嘛会，所以咱照着圣经上帝话，甲咱彼此勉励，互咱互相来鼓励讲，哇！我较早虽然毋知，今仔日我听到上帝话，好，我今仔日来思想我安怎来预备，每一日会当我的生命当中，会当领受上帝赐福，会当领到即个恩典，会当抓到机会来做上帝要甲我做阵做的工课。当然，其他时间你嘛是做你想要做的，但上帝毋是要甲你限制，有互你真自由。但是上帝嘛有交托互咱，所以这个物件，咱家己伫上帝甲伊交往的当中，咱互相来认识。原来咱所有的时间是上帝要互咱的祝福，只是咱毋要甲这个福气撒出去，真可惜，真可惜。总是牧师伫遮甲大家讲，就是意思我嘛是共款，你嘛会袂记的，我嘛会袂记的，所以大家彼此提醒，彼此提醒，彼此鼓励啦，所以，为什么上帝讲你爱记哦？你爱先求上帝国的代志。你所有的拢会甲你预备，你免烦恼，免烦恼。但是咱世间的人，牧师嘛是共款，世间的普通人，有当遐为真侪代志烦恼，这种事实，咱袂去否认。但是咱爱明白讲，我有即个问题，求主帮助我。照着你的话语，照着兄弟姊妹的智慧，照着我听着上帝你的提醒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来改变，求你帮助我一天过再一天，会当活出你要互我的祝福内底，会当活伫上帝内底，遮尔在地，会当亲像在天的福气，安尼是我尔好的代志。所以求主来帮助咱。所以讲时间是上帝互每一个人，一个人一天拢24点钟久，拢公平，就看你安怎做，看你安怎想，所以咱会当想法来，今仔日。较早就过去就算啦。今仔日开始，咱会当安尼慢慢啊想讲，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会当什么代志，你若互我感觉到、感动到，我就紧来回应。我毋好讲我等我安怎才来做，歹势。你无一定要做的时阵，机会嘛无啊。
无一定。所以机会是予预办好的人。牧师捌讲一个笑话啦，恁听看觅。即个笑话是讲一个人讲，你知影狗安怎叫？伊讲汪汪，牛安怎叫？毛，鸡会安怎？伊讲鸡会咕咕咕咕咕，我讲毋对，鸡的国语叫鸡嘛，机会给预备好的人，听有嘛？机会给预备好的人，这样理解哈。台湾基本上拢迄个梗啦，你知嘛？牧师嘛爱了解啦。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，鸡不是咕咕啊没有，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。咱来预办好，咱在生活当中，咱就随时享受，咱就随时主导感动，咱唔好去把这个感动、圣灵的感动甲杀出去，唔好，求主帮助咱，安尼知吼？所以我今仔日有因为真侪代志来拖延上帝给我的机会来经验伊无，这嘛是想大家想看觅。你在暑假当中，我想大家人嘛真放松，拢感谢主。暑假嘛总是伫遮，咱嘛彼此来勉励，咱互相来提起，讲主啊，感谢你每一天拢是稳定。最近我足介意一条歌，就是每一天醒来拢是稳定。毋是你偌好，是上帝互咱有机会，会当搁较明白你。所以每一天醒来，上帝听袂拒绝，每一天拢是新的。上帝要互咱照着咱今仔日会当去拄着伊，领受着伊的福气，这就是上帝的心意。阿们吗？所以咱做代志，咱爱亲像巧人，咱毋好做即个戆的人。所以圣父甲咱讲无？有啊，咱毋好做戆的啊，咱来做巧的。做巧的人，你就要把握时间啊。你爱把握时间嘛所以咱就把握机会，来到上帝的面头前，咱爱干哪做，咱就去回应就好啊。牧师嘛会讲，有当时咱嘛会丰富无去做啦，我嘛那会啦。但是总是咱彼此提起，上帝若感动你，咱就抓条机会，咱就讲主啊，我愿你顺服我来做。虽然我无一定了解，但是我相信主你赐福满满，要互我你的生命当中、时间当中，会当去拄着你，成做我永远的福气。这是大有福气的啦，这捌的代志。所以咱做阵咱啦，加油啦！加油啦！我相信，这个台湾最近嘛有一寡代志啦，可能大家看我毋知啦，我嘛不哩艰苦。当时我也是，主啊，若出于你的，我就掂啦，我就祈祷啦。总是咱听咱所在的所在，咱嘛听咱的家乡，总是主就是听咱。咱希望大家拢好，总是有人无明白，有人乱做。咱莫乱做，咱做好，咱接受到上帝的福气，咱也成做人的福气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好，真好，咱做阵祈祷。所以为着上帝的听，咱大家加油，为这个主的听，咱互相勉励，讲主啊，感谢你，互我这个生命的时间，会当来看到主你所做美好的代志。虽然世间有真侪风影，虽然世间有真侪苦难，毋过主啊，伫这个内底，我要看到你的宽容，我要看到你的祝福满满伫阮的当中，互我知影我真正有福气。但是主，互我知影，毋是我有福气尔。主，请你嘛使用我，成做更较侪人的福气。当初你安怎祝福亚伯拉罕，你今仔日嘛求你祝福我，互我会当成做福气的人，也成做主你祝福福气的器皿的出口。互我周围的人，互我后代，互我的朋友，互我所拄着的人，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福气。做阮感恩，甲兄弟姊妹交在你的手头，总是只有即摆时阵，嘛有可能兄弟姊妹面对真济时间当中身躯的挑战、工课的挑战、经济的挑战、家庭的挑战。但是主啊，阮要仰望你，每一摆无论顺时还是无顺时，你的听一定伫阮的当中，因为你甲阮讲，无任何代志会当阻挡你对阮的听。主，互阮有一个坚心要来倚靠你，要来领受你互我生命的时间，来经验你。伫阮的心中，伫阮的生活，伫阮所行的每一个所在，看到你的祝福满满。主，今仔日甲兄弟姊妹交在主你的手头，关注祝福，也照着主你的话，阮互相鼓励，互主欢喜，互阮真正叫做有福气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